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嘛来宣布，餐饮业要来落实到用餐的实名制。咱的记者实地去行一转商圈甲夜市啊，发现有不少的摊商也未接到通知。因一听到消息话讲，这真歹办呢，要人客来留资料，一定是真无方便。另外，卖早点的头家讲，为了要防疫，愿意来配合，但是因的人客大部分拢是赶时间的上班族，确实真歹做甲焦掉。 店员真无闲，一碗卤肉饭拢要摕走。早早的人客多，要伫内底食嘛有味。不过中央有新规定，餐饮业应该落实用餐实名制。摊商讲，也无听到消息。你目前有收到这个公告吗？还没。外带比较方便啊，又不要在这里比较会传染。 防疫措施阁升级，对增加的规定是这来自强夜车观察，发现唔那一间小食摊也未开始实施。没有呢，是这样子，迄个什么开放的空间也无差吧。来到早顿店，伫遮食物件的拢是上班族，赶时间的时要留资料，有人客归去该走早走。如果真的时间上来不及，我就不会留。 对对对，因为小时候外带比较好，但他们真的就是怕麻烦，所以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影响。对于餐饮业也未开始实施用餐实名制，卫生局表示会继续加强辅导，嘛请业者伫防疫非常时期配合遵守，做回来防守社区风线。